现在这3年，台北的学校咧找代理老师是真好找，甚至是招无人。因为即马中央规定讲，代理老师上久，敢会当聘用3年。教育局是建议讲，代理老师要聘用偌久，应该要交予县市政府家己来决定。不过专家会认为讲，若要解决找无代理老师的问题，薪水都要增加，才是头路。 代理老师招无人，互一寡学校真苦恼。以台北市做例，最近3年代理老师无够，有学校开6、7招，也是招无人。因为目前中央规定，代理老师上侪当连续聘请3年。台北市教育局坦白讲，代理老师要招考无简单，有部分山区学校爱招45届才招有人。 台北市的就是物价啊，什么都比较高，因为我们目前代理老师的薪水全国是一致的，所以呢，在台北市这一边，我们要招考代理老师的时候，来报名的人就没有那么多。针对台北市代理教师招无困难的问题，教育局话讲爱向中央争取修法，建议续聘的年限由伫遐市政府家己定，提供更较方便，互各师资会当跨区教学。教育部是回应，后续会持续收集地方政府、校长团体、甲教师团体实务的意见，详细研究，甲地方政府共同协作学校。不过，专家会认为，要解决代理老师无够的问题，爱为制度面做起，包括提升师资待遇、教学环境甲技术性比，也个保护教师专业教学自主权等3大面向，彻底解决。民间的平均薪资都往上跳，那老师的一个薪资并没有适度的回应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经济成长。如果没有在这个地方去正本清源的从这里面去改善环境、提升待遇。后续可能连正式老师都有可能，在找寻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困难。校准良表示，会当连续聘用年限，不是直接影响代理老师无够的主要因素。特别亲像是都会区班级人数多，教学的负担重，尤其即卖的学习更注重学生囡仔个人指导，地方政府会当为调降班级的人数做起，改善第一线的教育环境。记者综合报道。